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有真侪观众朋友，无论老共长，少年人手机啊一天爬10几点钟，目睭定定有各样。毋过咱人甲讲伊讲，打我的身体我家己知啦。啊，真侪爸啊姆啊嘛共款，身体遮艰苦，遐有各样，毋去看，拢讲我的身体我家己知。实在有一句台湾俗语讲了真有道理，讲真捌真惊，毋捌毋惊。咱身体热啊淡薄仔有重大的时阵，咱就要来检查。公司台语台每一项的新闻节目，拢咧提醒你正报的、正办的，医生伫咧讲的健康知识，你都要听。真正捌，咱就会愈惊。因为过去人一句话嘛咧讲，你小问题毋医治，小可空喙毋料理，你就囥甲讲家己无法度去复原，身体无法度去治疗的时阵，是到烦恼袂赴啊啦。因为人讲。囥酒会芳，囥病是会重。这样影呢，小可有重大，叫你讲手机啊减8挂，你都毋信道。叫你讲骹骨咧酸，也是讲头壳咧痛，也是讲心脏歹喘气，安尼小可喘气啊真食力的时阵，你毋赶紧去看，囥甲讲着爱送急诊才甘愿。真侪爸啊姆啊，有当着啊健康这方面，咱着爱斟酌，因为千金万担拢有人摕，敢若病痛。辛苦病痛，咱就爱家己担。健康才是宝啦。平常时啊，囥酒会芳，囥病就会重，你就爱听入耳。尤其现代人，有当时啊，毋是讲敢若听一个先生咧讲尔。咱英语有一句话嘛咧讲，就爱去问第二个先生，去找第二款的意见。因为过去台湾人嘛一句俗语话，讲先生言，主人福。无共款的先生，有当时啊无共款的判断。那第一个先生甲第二个先生甲你诊断共款，该开刀你就要开刀，该治疗你就要治疗，毋通搁拖咯。啊，第二项意见，这就是袂属一种先生言。先生无共款的讲法，有当着啊主人判断落，咱身体会就此复原嘛无听着。因为较早人嘛伫咧讲吼，你有当着啊，若食毋着药吼，开搁较济都无效。啊，若食着药，青草一叶；啊，若食毋着咧。食毋着，就爱人参一招。吼，这个人参食一招，就爱10针照一斗，10斗照一招，食甲来就破散去啊！啊，就是食毋着呢。啊，毋则这个人参就是遮贵重，所以人社会一句话嘛咧讲，讲这个人吼，什么气真重，这就是讲这个人结一个身份歹斗阵啦。啊，人参遮贵重，有当时啊无法度救命呢。你得听先生的，食好着，食着药会青草一叶。